蘇永康與太太 Anita 於2014年結婚，今年啱啱好係10週年，兩公婆依然係非常恩愛。佢哋結婚後就有一個細路，喺2017年個仔就出世，個名呢就係蘇展宏 Jessie。由於佢係獨生子，蘇永康就係將最好嘅生活同埋學習嘅環境都俾佢嘅仔，至少安排佢入讀名校，栽培佢成才。轉眼 Jessie 已經7歲啦，現時就讀於赤柱嘅聖士提反附屬嘅小學。身為歌手嘅爸爸蘇永康，今年接力上年唱無賴嘅鄭中基喺家長學校開放日上邊就唱歌贈慶，而佢嘅選曲同樣都令到網民拗爆頭。有網民喺日前喺社交平台就寫呢啲應該係全香港最容易追星嘅學校，並 hashtag 蘇永康男人不該流淚，讓女人流淚。香港升小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，香港小學申請香港學校開放日，赤柱聖士提反書院小紅書或者係成長嘅筆記片中，蘇永康戴住一副黑超，一身 casual look， 除咗獻唱從不喜歡孤單一個之外，仲深情演繹其他另外一首金曲《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》，但係歌曲與活動主題似乎有點格格不入。貼文一出，令到網民拗爆頭，引起非議。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嘅小學係私立基督教男女校，以英文為主要嘅教學語言。佢哋面積大2000平方米，學校環境優美，背山面海。呢間學校係全港唯一間設有寄宿嘅學校，所有小六嘅學生都需要寄宿1年。該校雖然係傳統名校，但靈活同埋多元化嘅教育方式與國際學校係好相似嘅，但係充分都可以培養小朋友嘅獨立性。多年來，名人輩出嘅名單都例如霍震霆啊、錢果豐啊、翁靜晶啊、吳光正等啦。另外，起碼都有唔少嘅星二代入讀，例如鄭中基嘅女、周文琪嘅大仔、黎姿嘅女、關心怡嘅女等。該學校提供100個小一學額，每年約有2000人申請，平均20個人就爭一個學位。學費每年就係92,500蚊。蘇永康喺11月25號將喺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演唱會。佢透露去年2022年就去咗台灣開過唱，佢發現唔少嘅歌迷都係一個人嚟，令到佢相當費解個背後嘅原因，更對好似好孤單、好孤獨咁嘅感覺。蘇永康透露，呢次喺演唱會2023年嘅時候，蘇氏情歌
嘅1/3歌單都會換新嘅方式。有歌迷敲碗，希望佢唱多啲經典嘅廣東歌，尤其是係想聽越吻越傷心。佢就表示以前嚟台北大型嘅演唱會都係唱國語嘅版本，我為你傷心。呢次喺台北第一次唱廣東版，現年57歲嘅蘇永康曾經憑住歌曲《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》一炮而紅，之後再憑住參演 TVB 無線電視劇集《妙手仁心》，劇集播出後大受歡迎。佢嘅演出就係扮一個醫生，阿嬌亦獲得好評，人氣急升。同年再推經典嘅歌曲《越吻越傷心》，成為事業嘅巔峰。之後一度涉及藏毒而停工，近年來做咗湊仔工，兼夾主力係北上發展。不過最後佢喺內地嘅演唱會滯銷嘅慘情令人擔憂。蘇永康將喺本月11號舉行蘇永康 solo 音樂會，不過有網民發現門票係以4折出售，低至115人民幣一張，都冇人民留言。蘇永康外地東莞都係太慘，對此唔少嘅內地網民仍然嫌貴，留言應該打3折。而記者實測目前門票已經沒有折扣，388蚊、580蚊嘅門票仍然都仲有得買。